埋威，我老豆娘孫立功先生埋威。喺2008年1月1號，我阿媽梁月玲女士生日 party 喺青年會，香港油麻地青年會，佢先生孫立功先生彈吉他埋威。Thank you Yannis， 多謝晒，多謝晒。因為時間關係，如果唔係真係要安 call， 唔好意思兩位係。嗱Harry 放位啱，我哋高頭出嚟先。Harry 已經響應我哋啦，佢起身唱歌時間，佢淨係講兩句唔唱啦，咁大家唱啦。咁啊，大家有多啲要唱歌啦，因為大家都聽慣。咁啊，其實咧。